交通新制即马有10项较小型的违规，毋若未记点，嘛无要互民众检举。修正草案即马已经送入去立法院，按算4月初时会召开公听会。也毋过有一寡团体，也有学者是拢反对。行人零死亡联盟嘛表示讲，伫即个拜六，因要上街头抗议，因要要求立法院爱甲修正草案退回。伫3月17，全台湾7个县市快闪活动了后，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即礼拜要搁去街仔路阵前抗议。联盟表示，快闪活动当中受到真侪民间团体的支持，大家拢无认同限速检举甲记点。不过事后并无收到政府部门的沟通甲回应，所以因按算会继续抗争到底。是如此仓促、如此敷衍的去通过对社会、对安全影响这么重大的法案，所以我们在3月23号还是会在立法院这边来办一场游行，来绕行立法院及周遭，希望可以让立法院退回这次的法案。现在这个驾驶煞是提出一段影片。伊准备停车载人客的时阵，规条路拢无画围线，看到这个新障者拄管行过来要坐车，为着要互伊较方便上车，伊使去花条线临时停一下。在这个新的制度都袂去互检举，强调这个驾驶是受到车路环境甲服务的限制，并不是超工要违规。大家在讨论交通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把实际上面你我每天会生活会碰到的实际搭车的状况？我们把它考量进去。路口的停让行人的执法，那个是我们要求警察还是严格执行，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希望这个向路权团体说明并不是我们对于保护行人的让步，那的确是一个大环境的课题。交通部回应讲，保护行人、脱离行人地界是交通部上较重要的课题。目前正在推动4年400亿优化行人环境的计划。为4月份开始，立法院会有公听会，所来草案进入审查的程序，会面对面甲各团体来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